很多顾客会问我，这张智能睡眠养生器如何帮助改善血液循环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我们的身体每一天都在消耗的，压力、熬夜、睡不好、缺乏运动，都会影响身体正常调节功能。Deep Sleep 日本智能睡眠养生器结合电位、温热、生平这3种疗法，它不是把血液洗干净啊，而是透过这些物理治疗的方式，在休息过程中帮助身体维持正常生理机能，例如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放松，支持身体恢复。你可以把身体想成一座城市，血液就像天天送货的物流车，如果道路顺畅，氧气和营养就能顺利送到全身。所以很多人说的清血，其实更容易理解成帮助身体维持良好的循环，让身体自己把运输系统照顾好。重点不是一夜改变血液，而是每天睡觉的时候给身体多一个修复和调节的机会，道路越顺，身体的运作就越有效率。